今年客家公奖奖开出成秋奖，在青年长篇类当中，唯一的得奖人都是创作歌手林志娟。伊从小有严重弱视，在成长过程遇到一多的困难。不过因为有路卡人还个朋友的鼓励，本林志娟慢慢行出属于自家的路。伊还时常去用录音，还有教育一道去做义务表演，尽自家的力量来回馈社会。大把一从到两条古背，林志娟总系原唔系跌下4年嘅木子。迄个我阿妈可能冇办法，如安尼坚持，不管很样的辛苦啊，嘛会软软，系啊，如因为最重要的想伫边仔店里底海，阿妈可以送来台北，俺都强啊翕相的。这位从小严重弱视，林志娟改选种歌唱，并是扮演海洋健身。这位祝福客人嘅鼓励，林志娟长有荣幸，兼挑战自家嘅生命白图。3晚嘅考到大學，完全學業，參加各種音樂比賽，未得到以好嘅成績，甚至係發行感應嘅專輯。唱下自家有一些些安尼成就，其實一段時間啊，我會感覺特別難過，像我嘅阿公啊、阿媽還有爸爸。我想去講，爺爺喊才，只是如果好，我感覺有一種填滿的那種的感受。歸路唔單參與赴客人嘅支持，還要當到配主，甚至係唔少時間嘅留佢退休。林志娟祈禱受到社會幫助當到，就有機會做前自家嘅力量來回饋。佢嘅創投係讓老人還有金融來到素材表演。因為冇細條啊，明日鐵路卡哦，心情會唔好咩？安尼咩冇用，嗰時路上可以去診所，也係講去養老院，去啲創高嘅本源堂。嘛因為安尼，我想應該係安尼，嗰時我今年新加坡底下都得到世界和平大使，世界還可以創高嘅，從創高嘅地步吼，去可以有所付出。唔單止咁樣，南白林志娟還希望做得到學校去教小朋友唱客家歌，用音樂來推廣客家文化。聽白年老嘅聽書，兩下忘記老人聽書，克服先天限制，林志娟3萬本自家嘅生命不講，就算天公包半嘅無足看唔到，不過佢冇怪人，但係服客人嘅關懷老祝福，唔記得面挑戰嘅烏暗，可以從屬於自家共鳴嘅路。客家節目小風寒，中指揮林秀玲推廣報道。